请出来。不管怎么出来。
叫茶婆子，茶婆子，茶婆子。哦，哟，嚷嚷什么呀？泡茶。喝茶的？是。6个壶，6个碗儿。不，1个壶1个碗儿。哟，来了这么多人儿，怎么是1个壶1个碗儿啊？你不知道？哎，大爷我呢是喝茶的，他们呢是看茶的。哟，有喝茶的，还有看茶的。我们这儿啊没这么卖过，你到别处去喝吧。有一个人给1份茶钱，那还不好吗？哟，怎么着？一个人给1份茶钱呐？是啊。那成，你等着啊。哎，快点儿。我说妞儿啊，泡茶来。来呀。我是说呀，他是你什么人？哦，他是我跟前
呀，你们妞儿今年多大岁数了？哦，我们妞儿今年啊，苹果桃了。这苹果桃是多少呀？苹果桃啊，16了。哦，16了，巧嘞，跟大爷我同岁呢。哟，大爷您也16啊？我猴拉马，红妈妈是多少啊36了。哟，36跟16还差一大截呢。哎，我说，哎，你们妞儿成家了没有啊？我们妞儿啊还没有人家呢。还没人家啊？巧了，大爷我也还没有家呢。哟，没有家呀，想办法去扛他一个呀。那多丧气呀！我是说，大爷我也还没有成家。哦，没成家呀，跟你妈说去，跟我说得着吗？看样子啊，你是不认识大爷我了。我啊，瞧你面熟，还不敢下这里来。道字号给你听听。哎，提起我来呀，那是无明白的。哟，那提起谁又是酱杆儿白的呀？提起我爸爸。哎呦，这都是你爸爸。我都不是，在家里。哦，在家里没带出来。又没带出来。是本城的总镇，我母乃是一品的夫人，不抬我呢，还是个换门的公子儿呢。哟，原来是个换门的公子爷啊！是我们茶婆子冒昧，我们这得赶紧。搀。别搀别搀，我们这儿啊擤擤鼻子呢。哎呦，瞧这脏劲儿！茶婆子，哎，什么事儿啊？我看这个茶馆儿也别开了，把你们妞儿许配给我，做个小两口儿，马上来叫上去。你们的光彩，我们的体面，你瞧好不好啊？哟，我说大爷呀，您得回家去跟你们大人说一声，派个媒婆子来说和说和，哪有在这茶馆酒肆里对说对讲的？等没人提亲，我等不及了。你等不及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八成你爸跟你妈就是在茶馆里这么拉了上的。那我哪知道啊？哦，我把你这小子，我看啊，你绝对不是个好东西。这茶啊，我不卖了，你给我滚！翻了，翻了，掏银子，银子，叫茶婆子。茶婆子，茶婆子，哟，干什么呀？茶去。茶去呢，太多了。多了，给你们妞儿买花的。哟，这么一说，大爷您是有钱啦？有银子，有银子可别这么花呀。那该怎么花呀？回去啊，看看你们家的坟头啊，都给人家骂裂了。回去给我修理修理，快走！都给我滚！快滚快滚，走快走！到这儿来撒野，也不打听打听，岂有此理！气死我了！真发了，翻了，不要急，咱们来个硬拜丈母娘。啊，丈母娘在上，小婿有礼。凑我踹你！呵，我让人给踹回来了。这得想个办法。你们吃饱了没有啊？先走啊！我有办法，咱们呐，动狠的，抢
你不晓得，我呀带小子们到澡堂洗澡，澡堂着了火，我来不及穿衣服就跑出来了。好小子，快逃！哟，出来挡横的了。非非也，我拿鸟枪打你。哎，妈妈，我是过劝家的。哦，你是劝架的。是。告诉你说，这事儿你劝不得，我非得到他家找他大人理论去。哎，妈妈敢去他家，他不想着他子，难道还想着妈妈你不成？哎，这话也对。我到他家，他爹不向着他儿子，难道还向着我这老太婆呀？哎，可是这小子把我给气疯了。妈妈，我是与世家公子争斗起来。哎，这事儿啊，说来话长。我瞧你现在也没事儿吧？现下无事。哦，那到我茶馆坐坐，跟我聊聊可好啊？正要拜访。哎，好，走着走，我前面带路。多谢妈妈。我年纪一大把，我还是很喜欢交朋友的。妈妈，到了无忧。哦，差点走过头了，就算到了吧。就算到了。来，请进，请进啊！大爷请坐啊。谢座。哎，我叫妞儿啊，给你泡壶茶。多谢妈妈。哎，我说妞儿呀，沏茶来。来争斗起来。你不知道，他上咱们这儿喝茶，横挑鼻子竖挑眼儿，说什么水也没开，叶子也没落。一会儿啊，看我们妞儿长得漂亮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样啊？他跟我提亲是我不允，他就要抢啊！怎么这样啊？他要抢啊！毛
哎，我说妞儿快来呀！哎，快来呀！来呀！好脑袋儿，你们瞧；坏脑袋儿，我们瞧。好吧，给你们瞧吧，瞧到眼里头啊，都播不出来了。哟，你说话干嘛这么大喘气儿啊？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这公子啊，看上咱们那展工了。他问我谁会拉，我说呀，你爹在世的时候他拉得开，你爹死了就没人拉了。哎妈呀，还有我呢！是啊，我一下子就把你给端出来了。哎呀，妈呀！哎我久没练功，这功架子都给全忘了。哟，全忘了。哎，不要紧的，妈妈我啊还记着点儿了。你瞧啊，你爹在世的时候，他拉弓的时候，我在旁边偷着瞧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前腿要弓，后腿要弓，前头鸭子嘴儿，后头嘴鸭子，就这么嘚儿，嘿，射桃把子。妈呀，我知道了，你瞧着，前腿弓，哎后腿弓，前头鸭子嘴儿，后头嘴儿鸭子，这么嘚儿。嘿哟，射哪呀？是妈的大脚巴鸭子。哟，你射草把子，干嘛射我的大脚巴鸭子？对对对，是草把子。大爷，听我妈说，您要看我们的三把弓吗？真是。拉得好，不要说好；拉得不好，不要见笑。起身。万事啊！
那卖给他，卖它能卖多少钱呢？那怎么样啊？